前总统陈水扁今日去到东吴大学演讲，甲学生囡仔分享民主见解。虽然会前会后拢无接受访问，不过伊进前上开刀替后生陈志忠请愿，即摆搁再上台演讲，讽击机讲伊是一再违反保外就医规定。不过台中家讲，一礼拜进前就接到申请，也因为演讲活动符合医生注文，认为对病情有帮助，所以同意陈水扁出席。 总统出席讲座对病情有帮助吗？带着笑容，前总统陈水扁无搁高调发声，面对记者提问，点点行入会场。跟各位见面，内心非常的惶恐。18受邀东吴大学演讲，陈前总统变作讲师，分享过去从前艰苦谈，甲对民主政治的见解，颠倒避谈总统大选定时事。会场管制严格，学生袂当随意录影，连媒体也防挡伫门外。细腻搁细腻，毕竟伊即摆身份真敏感。明明是保外就医进前定出席活动，一再拍判中国死无原则，无就台、无演讲、无讲政治、无接受媒体采访，引起议论。即摆注意准则之外，出席演讲搁较事前得到各方的温准。是综合考量啦，那我们比较起来，还是以尊重这个医师他的专业的判断为主。我们也有给他做一些提示啦，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尽量低调啦。 台中家回应，台准备伫一礼拜进前，依规定提出申请，有医嘱证明对病情有帮助，所以同意。也毋过，陈前总统顶日落南替立委助选，甚至也接受访问。甲方认定无违规，那2礼拜前去开刀替后生陈志忠请愿，是完成相关调查报告，敢有违规？伫矫正署核定进前，暂时无公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